基隆一间高中职传出严重的霸凌案件，这是一个查甫学生去互一阵同学游去变数目，而且这酷刑的画面嘛，已经伫咧网络传出来啊。警方知影了后，赶紧通知校方，校方嘛已经召开霸凌的防治会议，要来查明处理这件霸凌案。这查甫同学互真济查甫同学救到残障病所内底拍。受害男同学疑似被砍伫用头直接弄开便所门逃出来，过程互拍人的人翕落来上传网络。警方查到知影了后，就展开调查。警方已掌握相关人员身份，后续依少年事件处理法就办，并通报由学校家长辅导少年偏差行为。警方会加强校园周边安全维护。警方调查霸凌起因是施暴的同学食薰遭到处罚。怀疑受害者做要不要去报告，就动手拍人，都要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就办，而且通知学校处理进行校安通报。因为违反了校规啦，接下来会被记惩处，然后他们就是互相的怪罪，所以才会引起这次的这个冲突事件。通报了校安，完成了校安通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也安排了辅导室进行的2级辅导，关心学生的状况。学校17开校园霸凌防治小组会议，调查清楚案发的过程，而且对双方的学生进行辅导。市长谢国良18也到学校关心调查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